Hello，各位大家好啊，歡迎返嚟跑馬仔講時事啊。香港啊，前幾日嘅天氣啊，30幾度啊，你行出街半分鐘咧，其實都已經成身汗噶啦。咁如果你諗住行下街啊，上部的士，想涼翻陣冷氣，點知個司機同你講喎，開冷氣又係29蚊，唔開冷氣都係29蚊，我梗係唔開俾你啦。聽到呢一句啊，你會有咩反應啊？冇錯啊，呢兩日啊喺網絡上邊啊，Facebook 群組啊爆紅咗一段片啊，一位女乘客啊搭短途的士啊，可能司機嫌路程短啦，竟然唔開冷氣啊，咁女乘客啊嬲到啊，就連番質問佢啊，結果司機仲理直氣壯咁回咗句啊，唔犯法咪得咯。哇！咁呢一句嘢一出啊，即刻引爆咗全港網民嘅怒火啊！有人話呢啲咪影衰晒全香港嘅的士行業咯，咁亦有人討論私隱同埋短途車嘅宿命啊！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下呢一場29蚊冷氣風波啊，到底係個別嘅司機嘅態度問題啊，定係成個行業制度嘅悲哀啊？好啦，咁我哋先嚟睇下當時車廂裏面到底發生咗咩事啊？咁話說啊，有位女乘客啊搭的士啊，上車之後啊，發覺車入邊啊完全冇冷氣啊，簡直係好似蒸籠咁熱啊！咁女乘客就忍唔住質問司機啦，話：你頭先係咪講過開冷氣又係29蚊，唔開冷氣都係29蚊？我梗係唔開俾你啦！咁你個司機會點答啊？你估？佢冇否認喎，反而啊仲輕飄飄咁回咗句啊，咁你話係咪係咯？你落車未啫？咁女乘客啊即刻啊嬲到震啊，講咗句：我第一次搭的士搭到咁啊！咁啊司機仲好冷靜咁回擊啊，唔犯法咪得咯。咁啊最後啊女乘客頂唔順啊，留言話：咁我寧願你唔好載啦，載得咁晦氣。咁片段咧就到呢度結束咗啦。咁大家諗下喎，30幾度嘅天時喎，入到的士車廂啊，冇冷氣，仲要聽呢啲説話，真係俾錢買難受啊！咁好難怪啦，網民睇到片之後啊，留言啊，幾乎一面倒咁批判啊。有人話車費啊包咗基本舒適度嘅喎，佢自己唔熱嘅咩？定係架車冷氣壞咗唔整啊？咁啊，亦有網民笑言啊。30度唔開冷氣啊，架車入邊一定好臭啊！咁當然啦，影片上載之後啊，除咗一面倒啊抨擊司機嘅服務態度差之外啊，亦有一小部分網民啊提出咗另外一個角度嘅討論啊，就有人指出啊，上載影片嘅乘客啊，影低咗司機個樣同埋司機證啊，仲放上網公審啊，到底會唔會觸犯呢個私隱條例呢？前排啊，私隱專員公署啊都提醒過，網上公開他人嘅個人資料係有法律風險嘅。但係翻去司機嗰句啊，唔犯法咪得咯。咁到底的士司機唔開冷氣係咪真係完全唔犯法呢？我哋翻查翻香港嘅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。條例裏面咧，雖然冇明文規定啊，室內溫度必須開到22度啊，但係規例啊，明確指出啊，職業司機啊有責任提供合理嘅服務同埋舒適嘅乘車環境啊。如果車輛設備例如冷氣啊壞咗啊，司機係有責任告知乘客㗎。但係如果冷氣係正常，而司機刻意閂咗個冷氣，令到乘客啊感到啊極度不適啊，甚至影響健康啊。乘客其實係有權向運輸署啦，同埋警方舉報服務態度問題或者車輛不適合載客㗎。所以咧，唔犯法呢3個字啊，好多時啊，只係某啲司機用嚟掩飾自己服務唔好嘅口頭禪嚟㗎咋。咁講到底啦，點解短途車啊成日會引發咁多爭執啊？咁相信大家都試過啦。你喺的士站排咗成半個鐘頭隊啊，上車講個目的地係唔使跳標嘅，或者係短程啦。咁啊，有啲司機就會即刻黑面啊，甚至口噏噏啊。今次呢位司機嘅心態啊，好明顯就係覺得得29蚊，
佢又排咗咁耐，哇！開冷氣又要用油費喎，覺得蝕咗俾個乘客，所以用唔開冷氣呢種消極對抗嘅方式嚟懲罰嘅乘客嘅。但問題係，乘客搭短途一樣係俾足法例規定嘅車資嘅，並冇少俾一分錢嘅。咁但係如果每一個短途客都要受氣咁公共交通工具嘅意義喺邊度啊？近年香港一直討論緊的士車隊制度同埋扣分制，目的就係想剔除呢一類嘅壞司機嘅。但係事實上好多優質嘅的士司機都好無辜，因為少數態度極端嘅司機，搞到成個行業形象一落千丈，仲直接將越嚟越多嘅乘客推去網約車或者其他嘅交通工具嘅。咁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喺街上邊遇到呢一類唔開冷氣或者態度惡劣嘅司機，你會點做啊？你會即時落車定係想影低車牌同埋司機證，向1823或者交通投訴組舉報啊？其實服務業係講求嘅係互相尊重嘅，司機開車賺錢辛苦我哋都明，但係既然接得乘客，基本嘅禮貌同埋基本嘅搭車環境係最底線嘅要求啊！開同唔開都係29蚊，呢種咁嘅心態損人又不利己，最後只會令到成個行業嘅路越行越窄㗎咋。你對今次29蚊冷氣事件有咩睇法啊？你覺得唔開冷氣算唔算違規？定係你都遇過更誇張嘅搭車經歷啊？歡迎喺下邊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啊！如果鍾意我哋條片嘅，記得 like 分享俾身邊成日搭的士嘅朋友。多謝晒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